俄乌战争中的俄军里面是有随军喇嘛的。我们先看一下真实的俄乌前线。首先，有没有藏地的小伙伴告诉我，他们的经文是不是和你们念的一样？因为我不懂藏语。如果不是我前面的介绍，是不是大家都以为这里是藏地的某个寺院或者修行的场所呢？其实这些都是俄乌前线的俄军士兵。首先，这群士兵不是雇佣兵，但又好奇为什么老毛子这边的士兵会有着东亚人的面孔呢？而且在战场上，他们也会双手合十，跟着喇嘛一起虔诚的念经。其实藏传佛教是俄罗斯的第3大宗教，尤其是在远东图瓦等地方，信奉藏传佛教的人数比较多。那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其实以前整个蒙古地区都是信奉藏传佛教的。在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之后呢，苏联通过了条约，还有所谓的边界调整，获得了外蒙的部分土地，例如图瓦共和国、布里亚特共和国，还有赤塔州等等。这些地方都位于外蒙古的西北部，历史上都属于中国清朝的领土。在1914年，苏联宣布对该地区实行保护，然后在1921年，苏联支持成立了图瓦人民共和国，并把它并入了苏联。那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俄乌的前线呢？那是因为图瓦是俄罗斯最贫穷的地方之一，俄军的合同兵薪资远远高于当地的收入水平，对贫困的图瓦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，尤其是来自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。此举实属无奈，但是也成为了当地少数民族青年比较好的出路之一。所以在俄乌的战场上面，俄罗斯的军队才会出现藏传佛教的随军喇嘛。这些随军喇嘛不但能提高士兵的士气，更加能为战死的士兵做法事，慰藉他们的心灵。抖音